请到咱的广光义山的咱的蔡元孙的吼，要来甲恁指挥吼。今仔的题目是和谐家庭的建立啦所以讲呢这真好，咱今仔日呢这好伫个代志你如何去家庭今仔日家庭呢，你如何定义给咱呢？每一个人为了这个代志呢会当呢得到快乐得到欢喜心啦得到这个幸福这个真是。